再来看目前司法院的大法官，包括政府院长，各有7个抗业。立法院按算7月25要来针对人事的同意权来投票。今仔嘛先办公听会，或者是呼吁调野，就爱赶紧互宪法法庭恢复运作。伊嘛认为讲由总统提名，立法院审查的制度，双方共享权力嘛爱共同来负责。也毋过，那白是搁再强调讲，因会严格来审查，你也希望讲在野党莫搁阻挡人事案咯。立法院专业委员会初三举行大法官人事同意权案公听会，参加会议的学者专家大部分呼吁调野，互宪法法庭会当搁再运作。不过，因为司法院长被提名人蔡秋明是现任高检署主任检察官，也是罕见的提名有检察官背景的人接掌司法院，将做讨论的焦点之一。如果有一天法务部的对法条的见解跟司法院院版的见解不一致的时候，他会以谁的意见为主？那这时候他会不会尊重同样是院方出身的副院长或其他大法官的人选？以后让我们的总统的提名跟立法院的同意之间可以有同步，可以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协调性而不是只是充斥着对抗。我在这里公开呼吁各位立法委员，不要同意赖清德所提名的人担任大法官，以免赖清德沦为一头七权合一的宪政野兽。其实，伫公听会前，7个大法官被提名人已经先拜会在野党团。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伫当时就强调，死刑是不可敌，要求被提名人爱有明确立场甲回答。民众党团是呼吁被提名人爱量早交回问卷，安尼无会影响投票的意向，而且南北拢讲一定会严格审查。我的重点不是在乎他对于公共政策议题跟我是不是一样，我在乎的一定是他知不知道大法官该做什么以及能做什么。大法官应该扮演的是维护宪法规则的公正裁判角色，在关键时刻当中要对当权者说不。现在立法院在进行的大法官同意的审查，可以实质上去为现在、过去甚至未来的宪法诉讼挑选法官吗？立法院专业委员会7月7号开始陆续审查司法院正副院长被提名人，加另外5个大法官被提名人。二公院会的刑事同意权案记名投票表决。记者综合报道。